กรุงธนบุรี今日就搭咗士窿拉，喺 S7 站度落車，ครองธังบุรี。落咗車之後，我哋要轉搭 SkyTrain Go Line。拜拜，辛苦你啦！由 S7 站ครองธังบุรี行去高拉，只係分半鐘，跟住搭高拉一個站คอ倫นคร，落車對面就係 Icon 炸嘢啦。ครองธังบุรี大堂嘅指示牌寫得好清楚，3號出口。而家就跟我帶你哋行去坐高拉。左邊3號出口，已經行到嚟 G1 ครองธังบุรี高拉嘅閘口。拍卡入閘之後，正式到達高拉。因為來回線都係同一個月台，所以搭扶手電梯上到去就可以搭到車。而且我哋只需要搭一個站，就可以到達 Icon 試驗。高拉嘅熱車佢得2卡，而且行駛來回線3個站啫。到咗啦，我要行快2步，霸佔有利位置，就係車頭位。我今日要泊車頭，如果撞啱係假期，呢個位我冇可能企到。開車啦，欣賞沿路風景。圍繞住 Icon 試驗有好多高樓大廈，都係一啲好高級嘅住宅。可愛嘅車頭就係左手邊咁嘅。好，準備加速。
前邊就係 Icon 試驗啦。右手邊 ICS 係一個商場嚟嘅，入邊有個 food court、Lotus 超市，上邊仲有間酒店添。卒之到咗 Cholalakon 車站。之後 ，Icon 試驗就響左手邊。Icon 試驗真係好大啊 ！Icon 試驗樓高6層，都未計地庫2層。最頂嗰層6樓係餐廳同埋 function hall， 其他1至5樓都係全泰國最出名嘅商鋪或者係食肆，仲有發揚泰國傳統時裝文化嘅自家製衣服品牌。唔少得嘅，裏邊仲有一間日本百貨高島屋。總之 ，Icon 試驗真係包羅萬有。今日我哋先睇下 M 層。到嚟睇到商場內部咁華麗、咁靚嘅設計，相信我都要用上差唔多1個鐘頭慢慢睇。
街壩嘅設計真係好有型。沿途上呢，名店林立，購物愛好者嘅天堂啊！開始進入名店大道啦。呢個區域可算係令到好多鍾意品牌嘅女士們或者男士們喜悅嘅。呢度望出去就係 Icon Siam 嘅私人碼頭。除咗搭鐵路嚟之外，仲可以搭佢哋嘅專屬渡輪，就係響Sepan Taksin隔離嘅Satong Pier， 船費係10 baht 一位，都好平㗎。
上到嚟1樓飲杯咖啡先。今日就睇住咁多，其他我哋留返下一集啊！